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玉權阿權妹。大家同接看阿權妹藝術東西吼，我們從藝啲節目當中確實同接小傑識的東西。啊，唔過今日嘅節目當中，唔但搶愛小傑識的東西係辦的哦，阿權妹係咪請好識辦？唔過還有另外一件咩同重要嘅事情，就係搞工學。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一個來賓啊，知道同貼片，佢唔但搶會做辦，平常時沒有買辦，啊，唔過還有另外一件很加重要嘅事情，就係佢哋嘅搞工學，韓國係用同貼片嘅方式，係用辦貼片嘅方式，等下都得請佢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先來分享佢，分享翔燕先生。阿權妹主持人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富商辦事的翔燕，今日東歡喜到福起來咧，然後阿權妹同我打嘴鼓。哎呦，分享翔燕來到節目當中哦，有請到董永賢用辦公咯，因為平常時喺節目當中有請到像安陽作當擺嘅像楊冪期末啊，韓國水辦的啊，大家就會愛想到愛說誒冇唔錯，等下會說俾大家看。啊，唔過還有另外一件輕重要嘅事情，就係其實翔燕除咗買辦的以外，另外還有一個條路，就係你平常時咩有啲嘅搞工學係客家嘅宣傳師。係。哎呀，就係你平常時嘅工作。平常時我拜六禮拜啲是從做買辦的嘛，平常時出拜一到拜五你還是會有接行義課啊，比如講還總是會有講古啊，因為我們係一個學講古的先生嘛，係像有時會接到嘅翻譯的案例，也係文史的工作啊樣。嗰時候平常時拜一到拜五是愛有同學語有相關嘅工作。其實買辦的沒到學語有相關。買辦的沒到學語有相關。因為我啲是從台體出身會講學。哦。因為嗰種是客家莊嘛，誒體地方講出來，所以青龍我都青龍老銀行講學。啲哪隻市場？啲龍潭市場。龍潭市場啊，係講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係講有龍潭人嘅話，有可能去龍潭市場就會讀到翔燕哦，錯冇？嗰時翔燕係一個平常時有啲嘅搞工學，講客家講古，阿妹有啲嘅拜六禮拜啲買辦嚟嘅一個先生，做得講工作非常嘅多年。啊，唔過其實也唔咩你咩一開始就做一條路，頭擺其實係啲冇共用嘅兩位來識條路誒。差不多10年前啦。係做嗰種嘅金融業嘅。好。睇好邊樣公司人都金融業地度啊。不過都差不多10年前，因為我爸爸佢嘅身體冇，嗰陣時有白病啊，嗰陣時體力唔好，我就嗰陣時想講都得因為條路行得繼續下去啊，好該。嗰時嗰陣時我想講話，該係轉去貼學天書啊樣。係。嗰時候就不用睇，唔講講金融業嘅條路，就轉到烏卡就天書來傳承做辦嘅，買辦嘅。係。哇，都冇艱難。啊，唔過聽講頭擺嘅客家話唔係唱一下按流量哦。冇咧，其實寫時節我聽阿爸阿妹講啊，所以寫時節所以。方言就歸你向我講。其實我咩係呢？我都講不講，我平常是同我爸爸講話，我爸都同我講下。我大伯演技，我就是想演技方言。應該講神州歌唱，其實我前一部嘅我看我韓式時節嘅頭擺嘅 V8 翕下來嘅樣片，我千歲差唔多3、4歲時節，我係同我爸講下嘅。啊，唔過。天天咧睇嘅可能學教啊，同學同儕嘅關係，你就會講越來越多嘅方言。都我咪記得我小學高校啊，我都記得我都冇落阿爸阿妹講下，因為都學校高校都講方言嘛。咁阿爸阿妹慢慢地咩後流嘅都講方言咧，係都冇落係聲音嚟到講下嘅。嗰陣你下後有發現，睇過某個時節發現到，人嘅校法以前同頭擺冇共樣有退步誒。其實都冇感覺㗎，因為唔會有個比較，不過都太好嘅時節啦，所以講慢慢地就講當時差唔多會畢業嘅，太好嘅畢業嘅嘛，我係讀專科嘅，我係讀5年嘅5專嘅，嗰陣時畢業嘅時候都想講我係喺依邊做乜嘅條路啊，學去上未來嘛，未來上自己要乜嘅嘛，嗰陣時說其實我係客家人啊，客家人對他什麼都係好輕鬆嘅，好，該。
我嗰陣時我婆拄後尾帶到我木下，所以講大家啲我爸爸做兄弟嘅輪流木下帶嘛吼。拄到啲我其實嗰陣時會動向會啲頭擺嘅事情，比如講因為我爸落木去啲網山，我做嗰陣時嗰陣時嘅以前嘅日本時代啊，發生乜嘅事情啊，現在講嘅網山啲落木啊，寫時就發生乜嘅事情啦吼，所以上會啲啦，吼不過除非無法度老阿婆講下，係因為阿婆嘅客家話太好誒。沒錯，唔係佢太好，佢唔曉得講國語啊，藝術唔曉得講客話，講出來都但是啊。阿婆聽唔識，佢聽唔識，聽唔識方言。係錯。哦。係嗰種人都無法度嚟溝通，佢就記得唯一有一擺，我啲嗰種嘅看對我下看嗰種嘅櫻桃小丸子，摸講，佢都轉嗰種日本話嘛，咁我想啊，我聽方言，聽日本話好嘅，佢都講嚟講。我講佢夾講，所以講嗰啲講法當場投擺日本警察。哦。係，我說當神奇哦。佢都我講佢第4時節啦，當到日本警察第3個時節，佢都會控到嘅咁嘅作嘅大廈。佢會可能當惡啊，就當驚啊樣。嗰時候係想去了解自家屋企韓國家畜投擺嘅故事。古時候愛同阿婆幾篇潛掉嘅故事來，古時候夾被自家學客話。咁嗰陣時所以講客話咩唔好啊？係因為嗰陣時咩冇先要求講係上位當然嚴肅來嘛。不過變出變咗遺憾嘛樣嘢，所以講我想啲投擺故事，不過後面阿婆冇記演出過神嘅，出當大宋嘛樣嘢。唔過唔客曉係老客家話嚴肅來都也下，到節目開始都也下，人就。做得講冇講翻譯哦，哎呀，先不去介意咧動態嘅創傷，因為真嘅對於亞洲生人來講，我講按到客話按嗰比例嘅客家話冇咁簡單哦，上人自家就係做得講再個留意學轉來。係，哦，嗰時候嗰陣時轉木下嘅時節，嗰陣時順便上班時，雖然嗰陣時要考書經驗證有通過嘛，喺中國技術會慢慢地考，轉去過後出先考試驗，嗰會考會了。試驗考了都冇呀？冇呀。安排哦，就係木下，因為木下本來講試驗啦，佢文化問題，我媽媽喺講會了，寫時節老阿姨啊、阿 Q 啊，一條都全部係講會了，睇到講法對法，所以睇嘅時唔都唔曉得講嘅，係我一會了咩啲市場練出來嘅，市場練出來嘅，市場見同人客講，錯，我嗰時我看到人客講佢講會了嘅，就會作定佢見到佢講法。一是古時候也係學講客話，學講客嘅一個方式。係錯，係會對定佢講。係，佢龍潭市場講試驗下多啊，講會了下多。誒，係一般嘅。哦。係可能因為其實像三甲水雞片啊，媽媽係三甲水嘅。咁三甲水雞片係講會了下多，如果記錄確實講試驗下多。如果其實當多嘅，因為龍潭都隔壁都關西新竹嘛，吼，你當多新竹嘅鄉親咪係使到龍潭來，其實睇體係你下70-80歲老人家，睇體兩強都會講。哇！我知道你都一個清好嘅反應，做得學兩種無強嘅強調，因為我冇你客家語，我愛學嘅海陸強，我就清少尤其非常地談到按大量嘅海陸強。哇！嗰時候當腔按用嚴進來嘅客家話，唔過生下來你要想行卡上愛老嘢客家話傳承下去。聽講而家老人妹嘅全部講客。哦，係啊，係，人妹出世，其實係當久之前我都幾聽講，我老聲音嚟講客嘅啦。後面嗰時候我出佢忙出世，睇啲人唔用嘅都市地圖啊，出來開始講客。人唔用喺行業喎。佢係啊，人唔用喺行業。哦。佢喺富橋嘅行業。係，嗰時候妹都都市地圖就老佢講客。係。到廿下妹幾多歲？14咧。14，啊佢平常時都會同你講客。我做老佢講客啦，係啊。啊，會從外頭辦嘅，因為外頭辦嘅就會同肥外爸爸，外爸爸就會按翻你啊。其實佢細時節啦，因為嗰陣時做啲做生意嘛，嗰陣時唔單止拜六禮拜，有時候拜3啊、拜5會去市場買嘛。嗰陣時都當較無限，都較少了去接觸。嗰時候外妹其實反而比客話好，多啲下咩強用。係，所以佢嗰陣時係慢慢的就係講
張開始時期，讀的時期應該華語，不過我都冇筆記喺你物解，所以講我都讀的時候都飛機嘛，好，我慢慢嚟都係講，嗱我講我係講客喎，係慢慢嚟到佢寫落啊，到佢寫落，如果慢慢嚟要多3世4世紀，慢慢從1集詩2集詩到較短的記嘅，變到後面較長的記，慢慢嚟，好都見講見多，都連下出睇題出全部講客嘅。哇，唔過你上完次㗎，也係講唔講亞妹嘅講客嘅，也就我知道嘅，也做稱號嘅，做哋講伊啲模範未？冇，其實就動作欣賞都係咁做。哦，真嘅，故說有關啊，上完佢用辦搞講客、搞客化，其實佢有自家嘅動貼片嘅方式，都相當吸引嘅哦，很用辦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同大家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愛同大家分享嘅正經動作，因為節目當中有請到上雲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平常時搞講客沒有買辦的，啊，唔過其實佢搞講客嘅方式沒動貼片，因為喺我頭一擺聽到有一隻先生講，因為平常時我用客話搞組辦的，用組辦的來搞講客，係安尼冇？錯。哦。因為嗰時係張開始係對推廣DIY 啦，張開始有得機會啲龍潭，好，嗰種龍潭嘅時節處有啲龍潭菜地嘅搶眼，所以講你就有睇個上嘅天咁樣大辦嘅法通啊，所以搞佢，佢度過該從係桃園市嘅客家搶眼飛，我想話說，我問你講啊，該都係共行冇，我講全部做對啦。我所謂，我都試看那個全部講客。會太難冇？係咪？唔可以叫全部聽歷史，所以有啲嘢唔曉得講，冇辦法啲，不過全部聽歷史嚟用。係，我都發現其實係做得全部講客嘅搞辦，要做得落嚟用嘅。係，我都講係做得多呢。所以講，後面菜地嘅搶眼，所以講咩慢慢的有油搶啊，慢慢的說所以太陽設置啊、親子嘅，也係講聲音嘅出，然後把通出慢慢的有見來見多啊。故所一開始就係一個大辦的一個 DIY 嘅體驗法通，啊，唔過因為用到嘅客家話落去，啊，電腦就變做一個搞講客嘅其中一個法通。係，錯，佢一個親子也係講聲音嚟嘛。佢有條無天會唔會講客啊？佢藝術啲，比如講因為藝去搞嘅時間，我會分享做辦用辦做嘅，啲嘅鋪油鋪嘅鋪設會用辦去，藝術會搞幾條叫做鋪設嘅客化，係，故所故所藝做一啲做辦地度去搞講客，係，因為其實大家太認同好土生嘅去。就會做 DIY 呢一件事情，係我從嗰啲地度所哋講，我參到嘅客話搞啲教學，俾到俾帶到嘅客話傳起嚟。韓國做辦人就親客家嘅文化。係，錯㗎。係啊，我從嗰陣時都有張TV 啦，所以講變到變到係攞到座右銘，所以講很多大客辦做客話，傳承語言老文化。大客辦做客話，傳承語言老文化。因為辦啲文化嘛，嗬，說啲文化老嘅語言係冇辦法分開來嘅。因為有啲會像白個辦嘛，有啲講泡麵啊，泡麵，哎呀，係啊，所以冇法度用方言去解釋。你就用方言，我用方言解釋。泡麵係比如講菜來米加蓬來米，按樣意思就係講。糯米啊，比如講有啲會辦像脆包，所以像糍粑就全糯米嘛。哦。咁有啲會像脆包，其實可能會一般啦。係糯米去泡蓬來，用嘅蓬來米用啊。係啊，我講有時間就一下腦筋即係轉香港起碼嘅意思。真件當叫冇談到有道事咧。真件文化同語言係真件全部包強下，唔單止按你上完線上韓國做得搞用客話做得講古。
用講繪本嘅方式來想到也細人嘅注意。咁咩？因為係阿妹出世嘅關係啦。係阿妹出世嗰陣，我都想講我本期堂講繪本嘛，佢當時嚇細人都講繪本嘅堂，我都想講我用講客家話嘅繪本嚟用。既然用時嘅繪本嘅題材，就係客家嘅繪本。冇聽錯。哦，跟住嗰時唔係客家嘅繪本，唔係做啲老師翻譯變做客家話講出來。因為繪本重點唔係嗰條詩啊，係嗰條圖片嘛。因為細人每幅文化圖可能係詩啊，係其他寫時間就看圖片嘛。咁係主要係用客話落嗰條圖片嚟講出來、形容出來。嗰時也套教學嘅方式，還係咪變做唔啲學校地都教學嘅方式？有融合落去。好，所以嗰時我哋下會看不同嘅內容去用翻去搭配，所以講可以講有上次我會打扮嘅，比如講古。打扮你講時間講古，當為打扮。然後有上次做單槍講古，後邊做到嘅其他我聽說會打扮，嗰啲就可能時間冇完成會寫出簡單的 DIY 啊。我知道安樣就像教育部嘅課程咩會更改，咩強用教學嘅方式咩會更改，係講老母強用嘅兩位全部來落來。看對象啊，會看去個咪去調整啊。係講咩要教遊戲錯冇？有。香港有同台北商業太學來做一個實驗，就是喺啲教學嘅時候有教遊戲同冇教遊戲嘅差別。錯。嗰陣時就3-4年前啦，嗬，所以台北商業太學嘅研究生，其實想去做單研究，所以講一般咧做一般的方式來打扮嚟教學，然後喺講教育遊戲嘅效果咩冇強用。嗰時候嗰陣時啲副課判嘢從DIY，還有用他們判的從 DIY，開始從出一般的嚟教學嘅方式。就到高層工業邊啊，開始做畫板啊，喺本面當位從出教育遊戲，來規條做面做嘅調查，看那個效果較好。本面確實教育遊戲所以講，佢嘅效果性係較好啊。嗰邊我都想講，其實我自己教學咩做啲教育遊戲啊，然後用遊戲嘅方式，然後佢本身嘅講下講出來，其實搞講下嘅時候最重要係本聲嘅嚟做嚟講出來，係因為大學冇會講出來，佢冇好多冇練習冇講出來，其實佢最其實唐醫生唔會講啊，係，嗰時候又會用嚟就比如講像好多口語相傳。口語相傳就一句話緊傳。錯。係，所以大家就會一句話傳到最後，可能人家夾，可能人家正確嘅。哎呀，應教遊戲其實會聽錯會講啊，因為佢會教啊。聽錯會講。要按用咁方式。唔過我知道一下好講下主題，雖然一下好教動到好教都啲嘅推廣做得會有客家嘅課程啊，講下嘅課程以外，我看咩係另外一件很重要嘅事情，因為也就係一個環境，講下嘅環境。聽講下後其實人屋卡，比如講人爸爸，咩冇當時有老人講下。其實主要係關講方言啊，係啊，就會吃言就講跟人就講同聲言講方言。其實我也喺度客家做咩強用，有陣時我就同佢調教就客家人，我就同佢講下，唔過佢就會同我講方言。然後同到那種裝逼啊、試探人啊，就會看到後生嘅面，就會講方言。係啊，因為我有一擺同我先生去關係，我就講佢調教客家人，你問佢幾多錢？我先生咩行人咯，我就同佢同調教講幾多錢？佢調教就同佢講方言，佢也就情形，你們應該知道同接看到。啲師從都老可能行業，老師從啲老人客講行嘛吼，佢記到就會應該方言啊，係啊，有啲較大細可能7、8、10歲佢會應該客話，不過啲較5、6歲較後生嘅人客佢就會應該方言。聽講唔多烏卡係嚴格執行，啲烏卡可以講客話。所以講有規則咧，有要求唔過冇嚴格。冇嚴格，一直聽佢講，所以講我啲烏卡係希望阿爸阿媽講客嘛。
本來其實藝術要用種講社會方式，開玩社會方式，所以講哦，然後你開副下開始講客喎，冇講客會發出客喎，條白咧，你個貴語潤通嘛，講貴語同埋唔副下會講客潤通，係嗰條條，係每無先見到見，係都如果講佢唔都好講就貴語，哦，你叫佢等下發錢，發錢嗰個係都條個，你要出客咪欠埋出客喎，係無先見到見拿啦，所以講係都條講少你講提倡，其實係意思講提倡佢講，你講客嚟用嘅。其實按用咩同好啊？人家生意呢應該不知道同好教。係啊，做同好教啊。係啊。咁不過話對生意嚟做唔係啊用嘅，對試探用嘅方式嘛。對生意嚟做唔跟你老外講客，因為細時節做要求關嘅嘛，你老外講客喎，係細時係會炸糖唔食，佢講反響嚇，唔講乜跟個糖唔食。啊，懂得一下。係啊，其實因為嗰陣時還好。細時還有怪啦，佢把當係真件，唔曉得講嘛。嗰種係賺到嗰種係富強妹解時節，佢後尾老家婆反應，佢說我爸爸聽不懂客家話，我爸爸聽不懂這個國語。好可愛，懂得一下。唔過係咩東西我哋啲嘅，像上年時間按樣做得講係啱老時間田邊睇咧客家話，再個老語好做嘛，你時間知道。先好嘅方法係嘛？改本天司機頭前係講要上愛再個老客家話嚴峻來嘅人哋後生人本佢都一條建議一條方向啊。我知道其實迄講大家唔曉得講客，唔曉講客，咁你最基本嘅佢是念。其實客委會要提供同多嘅教材，比如講佢有人多客語生發百字，點解佢是念？哦，名錄紅就前面到，名錄紅前面到。後間其實因為其實有個同多嘅生發嘅對法，是幫忙啊，哦幾多錢啊，哦現在邊是租啊，哦佢就掠條去問攞對法，後間慢慢地去接觸過去，然後慢慢去考行業認證，係喺愛考認證。我知道學，你有陣目標去學水腳嘅啦，係啊。咁你迄個唔可以考認證，跟住出去看，比如講客家電視台啊，我想看福喜來。看福喜來，基本客家話講多多。係啊，就客家電視嘅節目，冇說講聽講客廣播電台，係有時候有同多，比如講客嘅節目，健談，其實糖酒，好處喺糖嘅什麼，跟平常時，喺阿爸阿媽會講客都就會上老幾條，慢慢嚟開始講，我講出來。因為公關的反應，我講行其實有些感覺嘛。感覺錯。不過做我慢慢的啦，做講一隻詩開始講沒做對啦，伊就變慢慢變一句話，慢慢見講多啊用，係唔是本有太壓力，所以講詞言係用慢慢嚟講嚟用，係用所謂慢慢嚟驗證。其實我老生嚟講下一個學客話講客話嚟嘅，唔係講係10幾年。一年出去完成的，但係10年的事情啦。是10年的事情。故說當時我每一世家好，我阿邊動態，阿邊動態呢個，我上喺實流，每人希望佢後邊講下，如果冇，因為我本用冇聽冇記作記冇位嘛，嗬，係種我自家，我做阿邊動態，本面我去上個課，介紹公司講，本來講，唔所以老人可以講下講結局，我講都10年啦。我看這唔是講啊，因為有10年的時間，唔是講寫2寫3寫，我比較發講我清楚。哦，我講時我阿 B 全部標下來嘅，慢慢的講。也就10年的事情，啊，客家話就係平常日閒些時間講嘅，你做得慢慢的然後佢練習，慢慢的好做了。故說還有當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家請講好講下，係個搞講下，有件事情就講嘅兩段節目嘅，就是真嘅，因為有請到上元先生嘅，只講咩知道好多動作。原來按用嘅方式做得分享俾大家，然後客家話念出來。啊，唔過還有另外一件輕重要嘅事情，就係上元先生還有啲嘅打版，還有啲嘅買版，還有聽講雅布卡嘅版咧，全部堅持用傳統嘅方式來做。
買辦兩件事情，迄阿爸阿妹就會他們醫生眼前，還學生咧做，太好嘅時節啦，佢哋自己咧研究啊，就慢慢啲不免都是紅磡市場買，買股票出，其實太講人都一按落用嘅，都見到銀行識到說哦，當到像嚇嗰時8、9、10歲誒老人家，佢講哦，你阿種係寫時節大辦出來，老時嘅面試，係嘅，後生嘅就講哦，俺媽媽調擺大辦嘅面試出來用起，我說都銀行都見買生意見嚟更好，該阿爸阿妹知道誒，啲生意都會錯。哦，哎呀，今日帶來嘅創業係米奇木。你這米奇木是甜的還是鹹的？都有，兩種都有。所以我記得印象當中，我係青蒿是甜的，就加個梧桐水嘅，是甜的米奇木。聽講你嘅米奇木愛看前面傳統嘅做法，愛看人嘅頭腦面，愛尖尖。錯。呀嘛個意思，做嘛個尖尖呀，就係傳統嘅古法咯。頭擺嗰種嘅做米奇木嘅方式係用插標嘛。插標出去就睇睇種切嘅，見鬆嘛，那種見切然後，佢佢切出來嘅時間咧，佢會跌下來，因為佢個板嘅本身佢會有重，佢會有重量，佢會跌下來嘅時間就變咗跌先尖尖，會唔會將東西咁跌下來嘅時間？團體用嘅。團體，其實會變咗兩天尖尖嘅用起，到水了度其實因為滾水去煮嘛。都當滾的水，滾的水去煮，個佢鹽水就會變熟出泡泡，都做得浮起來，就流起來，你係用，你底部行，你大部分人做嘅方式係流起來過後會浸水，較夾人嘛，你部行去到流到起嘅底度過後用，慢慢用扁嘅方式，用扁不結人，故所會下軟。哦，會下軟。係因為你用浸水過後，其實到水會下就會下軟嘛，冇會。就會按車，按橋嘅感覺，用扁的佢會較走水，故所會較軟掉嘅。哦，故所連呀清洗嘅細節全部就會按注意哦，連愛浸水冇也都愛注意，就係浸水嘅會較快。哦，有浸水嘅像米奇木太低，一天都大概當好食嘛。該你有浸過水嘅，就會到下豬頭可能就會有實在都變相。該你冇浸水嘅，就用扁嘅，就做得變到按骨頭嚟。哦，原來有呀檢查哦。哦，佮像呀水板嘅哦，我要當叫我說到水板嘅。水板嘅聽講嘅堅持係天初愛用呀肥嘅，幾隻黃色花嘅碗。係啊。當叫我看到幾種碗嘅。你種請叫人就客特講嘅嘛。係啊，客咧講，怎麼嘅天初愛用肥嘅碗來做？因為阿媽媽當從事了飲食的嗰種嘅安全啦。故所嗰種有啲人係用化學嘅嘛，所以塑膠嘅，也係講用，佢都唔好用嗰條東西，佢好用傳統嘅，所以用嗰種肥嘅碗來整，介做天毛嗰種嘅那個塑化劑啊嘅東西。故所佢當從事呀，故所你屋下全部都係用嘅肥嘅碗來整辦嘅。嘿，嗰平常時他接油嘅可能就米奇木同水板嘅，還有其他乜嘅板嘅？我看時節，看時節，比如講像牆面嘅時候，他搞個瓜子用葉板，係，就嗰種時就會用葉板啊、發板啊，係個公園前呢就會有吹頭板、甜板。哦，你要。係，你喺熱天嘅時候就會米奇木水板嘅。哇，跟我每一隻問題冇標準答案，我冇呢說咧葉板底度，也係講菜包板底度，我包嘅係走喺落皮時。請問龍潭式的菜包底度上來係包乜嘅？哦，你講到兩，現在就第一種方式說，有人問我講，你要蘿蔔絲裡面是包濕的還是乾的？說你是不是？然後你沒有靈驗哦，佢都係因為講法冇共用啦。桃園的菜包聽說係包吹頭絲。濕的起嘅。你講濕嘅，你講吹頭絲，吹頭絲就會濕嘅。就會濕嘅。該像你吹布，像一般吹包吹布要包吹布絲。吹布絲最早誒，不是我們講嗰種老皮絲，就濕嘅早嘅，就是我哋沒有靈驗。對，錯，沒有靈驗就講老皮絲。桃園人唔會用講，所以講你吹頭絲要吹布絲，
表示佢會走嘅也係設備啊。古時候也下就搶苗栗人，我問人家咋問題就錯誒。設備要走嘅就會問，其他都說你要保嘛嘅，會保吹頭時啊吹不時。嘿，因為我第一擺說到吹不時、吹頭時嘅時間，我就嚇到人家啲背包啲東西用同我宿舍冇共用，古時候人家就保嘅吹包咩係保濕嘅。佢保吹頭時，吹頭時，哦，都設備啲地都全部都吹爆，跟其他保吹不時嘅共用東西就幾個名數冇，就冇共用誒，沒有都吹爆，就可能夜班誒，錯冇？很多龍潭嗰邊都搭背班，搭背班你嘛嘅？搭背班吹拍攝嘅啊，拍攝嘅保吹布嘅做很多搭背班。吹布。一地細塊的吹布，就像一般的像你撩的，像苗栗嗰啲撩的，就搭背啊搭背，搭背板，哎呦，好到誒，搭背板，哎呦，有好到誒，你看人家板呢，人家說的東西同人客家文化全部就連共下。國際的文化又咩冇共用。像我哋講，誒，你都應該扮係你撩的嘛，吼，你講撩，唔係鹽咧，全部都吹爆。啊，對，鹽咧眼全部就含吹爆。吹爆，係啊。古時候說，那苗栗鹽料，你個老頭鹽料嘅文化又對冇共用。你都會隨便出，聽說會用快吹。韭菜。係啦，你都講快吹咩咩？嗌講韭菜，你講韭菜啦，唔好動到苗栗講快吹。但快吹老鐵夫幹，我講你出，你料皮出用吹布老鐵夫幹。係，所以文化係呢要對佢冇共用。我時候同雄雲先生打咗一股親神奇哦，做得好多東西。啊，唔過唔單唱傳統嘅，其實雄雲先生咩想我喺留客家嘅板嚟同室內天天嚟做結合用板講咯，因為要做也路邊化嘅板，同也龍潭桃園嘅也文化節，然後佢結合做共下。當時你個龍潭街嗰啲市場都蔡基民嘛。比如講香港發展啲龍潭啦，鐵石嚟辦嘅，啲做啲龍潭街嗰條嚟做。我想講，該乜該辦我想一下。我講該你講龍潭嘅鐵石出去路邊化嘛，牆嘅嘛吼。我都說講，該路邊化嚟做辦嚟做對嘛？佢說做對啦。我嗰陣時佢說來想到底要用辦做嘅。係嗰陣時咩吃得懂都會風化吧？係本面出做咗喺苗栗當查清楚嘅嗰種嘅嚟花咧路邊花嘅嗰種嘅花嘛，我發現講睇下花嘅土睇都會牆草地嚇天空，後當會有動到，當會有動到嘅路邊花嘛。我想講喺辦咧做哋變做就花圃嘛，我睇下創作之間嘅路邊花嘅東西。一下睇下做哋看到相片，真見當定一下。係啊。我咩到其他素材完全冇識看過，按用嘅版嘅，路邊花版嘅，路邊花版嘅。前幾篇按用就做啲老客家嘅版嘅文化，韓國呀，市內上嘅發展呀，靈潭嘅。變做就創新嘛，因為客家咩？除了傳統以外，裡面東西要創新，有新的東西，俾大家做嚟看待。真嘅，我知道結婚日同雄雲先生好多動作，漢白嘅客家做得便當用版，也可能就係人片人可以上看下嘅哦，可以煩惱見上看下。嗰時候結婚日哦，時間短短嘅，希望雄雲先生來打嘴鼓哦，安子生。安子生什麼？為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空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贊，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贊訂閱，韓國也影片嘅鏈接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